后来继续要来讲，人类领突病毒是一种 DNA 的病毒，主要是性接触来传染的。上新的研究，患着这种病毒的比例，男性比女性较悬，而且一旦去患着，就真歹产生抗体，阁会引发着其他的病症。所以，感情基金会特别邀请艺人朋友做伙来宣导，希望男性朋友就做好卫教的工作，来守护健康的伴侣的关系。 男性朋友，你敢有注 HPV 的疫苗？美国最新的统计指出，18到59岁男性有45.2%拢患着人类领突病毒，差不多每2个男性都有一个患着袂使无细菌。男性他的感染到这个病毒的几率也是比女性还要大的。 依照美国研究，18到22岁男性有28.9%去患着 HPV， 到23到27岁，因为伴侣关系更加亲密，增加到46.5%，增加6成。男性得到了感染了以后呢，其实他自己产生抗体的那个比例其实比较低，大概就是10%左右。 医生提出讲，男性 HPV 患者较有中风感染，甚至地鼠病变，包括小青菜花阴茎癌，也有粪口癌。预防甲治疗工作唔是真困难 ，HPV 是透过黏膜传染，上好预防就是伫性行为前注这个疫苗，叫做保住伴侣健康。